部都會區各個項目正係全速推進。早前正式通車嘅粉嶺繞道東段就標誌住北都發展首個大型運輸基建項目順利落成。係啊 ，Jojo， 發展局以突破思維推進發展，而土木工程拓展署就喺北都先行先試，引入咗好多全港甚至係全球首創嘅技術同埋物料。好似國產超高強鋼行人天橋、橋梁橫向轉體，仲有單邊挖掘 U 型盾構機等等，全部都係為咗克服環境限制，全力促進北都發展，為大家創造更好嘅生活環境。講返近期通車嘅粉嶺繞道東段，全長約4公里，由粉嶺公路近大埔九龍坑開始，一直去到石湖新村同粉嶺北新發展區。而家開車去龍躍頭、聯和墟或者粉嶺公路，可以避開晒上水同粉嶺市中心嘅繁忙路段，繁忙時間可以慳返10分鐘車程㗎。唔止車程慳10分鐘啊！第日粉嶺北新發展區嘅人口陸續增加，可以幫助分流。好似區內首個公屋鳳凰嶺村今年陸續入伙，呢段繞道直接連繫埋附近嘅龍躍頭、小坑新村、小坑村同石湖新村，真正做到基建先行同城鄉共融，方便居民出行，仲可以舒緩交通壓力。我知道工程團隊起呢條路難度都好高嘅。係啊，除咗要維持現有粉嶺公路繁忙車流，仲要減低工程對附近鄉村嘅影響。尤其我哋仲要跨過現有地面大型東江水管同東鐵線去起長跨道行車橋，工程團隊只可以趁港鐵凌晨收車嘅短暫時間施工，真係要同時間競賽㗎。所以我哋就突破思維，引入全港首次應用嘅橫向轉體技術，最後成功喺2個深夜完成轉體。工程其中一段仲係全球橋體最大彎曲度嘅轉體橋，橋身長140米，重超過7000噸。用咗呢項新技術，工期縮短咗1年，仲大大減低對鐵路運作嘅影響添。我知道我哋而家行緊呢條龍躍頭交匯處環形行人天橋都大有來頭喎。冇錯啊，佢喺最近落成啟用，係全世界第一條用國產 S960 超高強度鋼材起嘅行人天橋嚟㗎。呢度空間好窄，而且交通繁忙，周圍都係地下管線。我哋仲要建造3層式架構，即係地底行車通道、地面迴旋處，再加上有埋單車徑嘅行人天橋，難度係極高嘅。呢款 S960 鋼材嘅強度係一般鋼材嘅3倍，全球以往都冇涵蓋咁高強度嘅鋼結構民用設計標準，所以我哋同香港理工大學仲有清華大學合作，反覆實驗論證，成功編製到可以對接國際嘅設計規範。而用咗 S960，令橋身輕咗90%，仲可以減少60%半嘅碳排放。橋身輕咗，地底就唔使起咁多同埋咁大型嘅樁柱同橋墩，可以靈活咁組裝、運輸同架設橋面結構。用細啲嘅吊重設備就完成到成個圓環橋面嘅架設，充分展示咗創新科技點樣幫手解決工程挑戰。北都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試驗場，唔係純粹係一個工程上邊慳錢或者加快咗咁簡單嘅事，亦都係咧我哋借助到北都咧推動到成個建造行業嘅發展同埋相關嘅建設嘅新科技嘅推進嘅一個場景嚟嘅。如果試驗場用得好嘅話咧，唔單止係我哋自己國家受惠啦，亦都可以將呢啲技術咧伸延到全世界。其實市民真係非常之開心嘅。咁通車之後咧，其實佢哋都話好方便，同我哋講無論嗰個行路天橋啦，另外咧就係繞道嘅便捷性啦，龍躍頭啦出發啦，可能要6-7個燈位先可以去出到市區嘅方向落去粉嶺公路嘅。咁而家佢哋揸車咧，佢哋可能1-2個燈位咁已經可以上到繞道，再去咧粉嶺公路往市區方向。咁對於佢哋返工返學嚟講咧，係非常之開心，都係覺得咧係覺得抵賺嘅。粉嶺繞道東段咧就趕得切喺鳳凰嶺村入伙前咧係通車，咁避免粉嶺北新發展區嘅新增人口啦，會增加呢個交通嘅負荷。咁新路同時咧亦都可以分流呢一啲車流啦，舒緩粉嶺同埋上水區內一啲主要道路嘅擠塞問題。咁啊，行人天橋啦設有單車徑啦，可以連接翻區內嘅單車徑同埋周邊嘅社區。亦都有市民咧覺得行人天橋好靚，尤其喺夜晚嘅時候，亦都成為咗區內嘅一個新嘅地標。Lucas 啊，我見元朗南項目都用咗好多創新科技去幫工程提質提效喎。係啊 ，Jojo，
我哋元朗南第一期發展需要擴闊元朗明渠，於是就引入同埋優化咗全球首創嘅單邊挖掘 U 型盾構機紫荊號，嚟到幫我哋克服施工上面嘅挑戰。紫荊號喺元朗明渠成功完成咗約900米嘅雙型暗渠工程，提升排洪能力同改善交通，應對未來區內嘅發展需要。我知道你哋工程都充滿挑戰。首先，元朗明渠鄰近民居，明渠側邊嘅公庵路交通繁忙，而地下管道密集又老化，亦都要減低對周邊居民同道路使用者造成不便同潛在風險。係啊，正點解我哋會採用紫荊號呢？佢嘅好處係整合晒支撐、挖掘、推進與製件安裝同回填5大工序，可以全機械化、一體化咁喺地面施工。相比起傳統明挖法，可以大幅減少咗臨時支撐工程，唔使佔用路面咁多空間，仲可以配合場外預製組件喺現場快速咁砌好，大幅提升生產力同品質，同時顯著降低碳排放，仲有效消除高空作業，全面提升工地安全水平。而且傳統嘅方法，雨季嘅時候，工人因為安全嘅問題唔可以進入河道施工，工程往往只能夠喺旱季進行。而紫荊號呢，就突破咗季節性嘅限制，就算喺雨季都可以持續推進。我哋嘅工期因而縮短接近2年。紫荊號更加榮獲英國隧道設計與施工創新大獎。喺未來，北都陸續仲會有無數嘅工程會啟動，希望北都能夠成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內地同海外其他城市，如果有先進嘅技術、先進嘅物料，都能夠為佢哋喺北都嘅發展提供一個舞台，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基建樞紐，全力支持國家15+5規劃與高質量發展。